后来若是到提款机去领钱，发现领出来的金额唔对，或者是钱去卡伫个机器，也是卡片去卡掉咧，要安怎才好咧？来看咱这个报道。 到自动提款机领钱，按下按钮，机器吐钞。当你领到钱之后，建议您先别急着走。到提款机领钱，领到了后，为着要确保家己的权益，先伫现场把钱点一个，确保数量是正确的。在 ATM 的镜头之前我们再将我们刚刚提领的钞券点数一次，确认你的张数跟你提领的金额是不是一样。我还是会当面点呢。你不知道旁边有人看，就会害怕，但是还是要点。 有民众领大笔钱，因为边仔有人唔敢当面算钱，邮局讲无需要故意把钱刷到镜头前，只要伫个原位清点，镜头就会讲翕甲真清楚。另外，若是钱卡掉咧，或者是卡片吐袂出来，要安怎咧？在 ATM 的两旁大概都有设置话筒或对讲机，你要告诉他哪一个邮局的 ATM， 我们的客户人员来更快的来协助你来做一个处理。 每台提款机拢有编号，只要报交易的日期甲时间，就会当确保家己的权益。民众领钱，袂记得把钱提走嘛，不时咧发生。机器发出提钱声，响30秒了后，会自动把钱收回去，事后通知民众来领回。邮局提醒民众，拄到提款机出状况，拍机器或者是摇机器，只会互状况愈害。留下影像证据，直接找客服人员才会当解决问题。